最近这2年来，台湾的青年农民辛辛苦苦栽种有机的农作物，而且真用心来拍摄图片、写文章，伫网络顶来促销。想袂到，互一寡中国的假农民，甲图片、甲文章偷摕去用，因出货拢是来路不明的农产品。因为这冒名的网站的网址，拢伫咧国外，根本是无法可管。互受害的农民，甲买到假货消费者，找无人通讨。台湾的农民更加是灭口无目屎，非常恶劣。看到被盗用，实在觉得非常的心痛。卖不是真的东西，这段时间也不敢卖，因为会混淆。三个农友共一个时间站出来讲出因的不满，因为因精心设计促销的图，互中国假农友偷摕去用，依法接获以假乱真。8年级的青年农民小茹硕士毕业，转去家乡南投国姓乡种鱼皮，专程有机栽种，拢无用农药啊。连过所谓坚持甲拍拼，一个放到网络顶面，拢总毁掉去。像这个果就不是台湾的果啊，台湾没有这种品种。那当然是只有枇杷农可能才眼睛看得出来说这土不对，这是我们的药检。然后下面的东西就不是我们的，这都不是我们的，这都不是你们的。对，然后当你要去咨询，对不对？你按咨询，它其实你看它就会，就是你看跳不出来，就 bug 啊。它会用很高的分享次数，但这分享次数有可能是人头账号去分享的。偷用鱼皮介绍图文一页式的广告，将本来小如手替这个鱼皮换做一罐鱼皮膏，佮加上生珍止壳、润喉、润气，4罐只要1850块。实际上，青龙小如根本无卖鱼皮膏。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想要去做报检动作，但是这样的手法实在是太新颖了。我要报诈欺嘛，但我们好像又不是真的受害者，真的受害者是消费者。记者深入追查，又果发现另外一名受害青年农友是伫花莲创立口蹄油事业的林一洲。它是1页式的网页，那盗用的是我榨油时的画面。那现在造成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苦茶油、台湾苦茶油、花莲苦茶油的不信任。林一洲真生气，刁工家诈骗网页订口蹄油，想要到寄来根本不是口蹄油，是成本差几啊倍精炼油。因无诈骗的网页6罐只卖2000元，甲真正口蹄油1罐要800-900块的价销差2-3倍。打开这个油品闻一下，那它其实是用化学药剂去精炼出来的。它的盖子是用塑胶盖子，那原本的话是用铁的盖子。就这个、啊。花莲仑山部落伫温公良牧师的拍拼之下，希望靠这个种口蹄油开创部落居民的新财源。想袂到，就因为这个肉袂到源头境外无名的网页，变成受害消费者发泄的对象。你说那是假的、啊？那是假的啦。还有住址也是你们轮查，还有你的照片，还有整个你们制作采查。我就每天都在贴电话，我也不敢去工作啦。为了说帮助这些消费者啊，我就每天都在接电话。行政院食安汇报或者是 NCC， 它应该要针对这种网络行销的违法作为，我注意要网络行销违法作为，资讯流、金流跟物流都要具体调查。现在有进度吗？现在没有进度。随上伫网络顶面偷用人的图、卖物件案件要追究起来，牵涉到的单位至少超过8个，冒名甲诈欺部分甲警政署法务部有关系，侵权佮甲智慧财产权有关系。广告不实，如果依照产品的性质，由公平会卫福部、农委会介入。若消费端则是消保会，农民的信用受损应该由司法院来受理。这个错综复杂的机制，无论是对受害农友，还是受骗的消费者来讲，连向倒一主求助拢分袂清楚。那从我们去年到今年掌握到了就有16个案子，这仅仅是我们掌握到的，那说不定我们不知道的还有更多。所以农委会就是会在这个月来邀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主管机关，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，包括怎么样更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目前主管机关依然提不出有效的方法来追查，民众只能多多自保。在买物件进前，确认网页是不是来自官方的认证，卖使打电话先确认，加1分的谨慎，减1分的受害。